看只觉流，花果之树人头问，这人无聊继续问，快快叫他留姓那名。自古以来，都是我们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个噶夏政府啊，深受帝国主义的蒙蔽，企图把西藏从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给分割出去。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军，为了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进军西藏，开启了和平解放西藏之路，十把红旗踏上喜马拉雅山顶，让百万农奴获得新生。下面我教给大家一句鲁藏问候语，就4个字：扎西德勒。怎么了？病了？没事。估计饿了。给。还有啥说了？枪毙！为啥帮你？偷老百姓萝卜。入藏纪律大过天，你记住一下没有？滚呗！要尊重藏胞习俗，不许问谁是谁的老婆。藏胞给东西要少吃一点，碗里要剩一点，以示礼貌。进了寺庙不许吐痰放屁。你个胡连八扯啥？每天就2两粮食配给，宣传队那姑娘都快饿死了。你说对了，就是饿死，也不能跟老百姓抢粮食吃。现在马上入冬了，那都是人家救命的粮食。指导员，再这样下去，红旗插不到喜马拉雅，人家都饿死。中啊！我看你那个小红旗能插哪儿去？总部任务，明天中午必须抵达恩达。咋弄？能走的跟我奔袭恩达，不能走的留下。余粮不足，土匪又把粮道炸断了，我还要带走行军口粮，你们留下怎么办？那我再想办法。哎，指导员，咱去哪儿啊？这不粮道被炸断了吗？这附近啊，只有预热多冈、洛桑头那儿才有余粮。你跟我借粮食去。干嘛叫我去啊？但凡再有个能听懂点藏语来，你都活不到今天，啊！
两个钱和枪扔过来，扔过来！然后呢，滚蛋回去你们老婆的怀里，吃奶球吧！啊！投降！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谁啊？我们吗？你让这坐在这儿，站过来！不对。说是谁这个老王给我那个哪里？我离婚的有那么的。让你最的从最那家炸不炸的多，我啥的意思？这不给姐妹去小着吃多。就是鸡巴的了你，还来这就去搞我们的烧麦个。呀！当然抢死给不着了，很多道理姐妹对我。就。这等不呢嘞！哈姆，那他让马军。
机器，384，加头，加头，扎西得了。我们再进去，你胆子够大了，怎么到这儿来了？你会说汉话？你是什么人？俺，解放军。解放军。俺，来解放成都的。俺，捉捕。捉捕。毛主席的兵。俺毛主席的兵。毛主席是谁呀？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的光辉就像红太阳一样，太阳都好像从他们家后院升起来的。毛主席的撒家，我给老三国不给撒家了，切爱的。如果说我们的地有这座大山这么大，你们头人的地也就是山上站的小羊羔那么大的地方。那go。公公，荆州妈妈的毛主席总给你妈拉亲把这个妈妈的茶，就老板意思的。我们呢，我把眼看过桑女意思了。你过多了，荆州妈妈的，该下妈妈家吃死，他让他们所吃死，他们的脚板，我给重塑那留啥子？大年轻呢，眼看个崩溃了。连给给我死人。打过这儿。我家祖上留下来的，哥仨战将绕通的披风，都给头人出100根金条，博度买卖。你也会说汉话？在达建炉学过。仇人刚满元旦。他的头被我点了天灯，倒也便宜了他。今天恐怕要刮金风了。这样多斤马锅头到村里，带了很多丝绸、茶砖，刮的就是金风。看把女人来了，刮的是香风。如果是强盗来了，刮的是旋风、狂风、龙卷风。朋友是白教、黄教还是红教？
红的。哦，那天我要请教解放军，给我解读一下9乘3步的奥秘。我不知道什么9乘3步，我只知道3大纪律8项注意。我还有几十个兄弟在挨饿呢，买粮的钱也被强盗给抢了。您这里有粮吗？能不能先借我们一点？等以后队伍一定把钱还上。贵客来了，粮食不成问题。不过嘛，入夏已经封仓，过些日子才是开仓的吉日。可是我看你受伤了，不如留在村里将养几天。头人，松吉，金主妹妹了，别再要事。야 그래. 좀 맨날 공공 디나는 거.我本不认不进个大的，也不认不进个大可以，进个小可以了。你做什么呢？你做的这样。哪地他们个事儿？我送吧是送吧。第二生成。松吉，这么的去。过了大洋去这，藏马把他们动。你妈回来的话，罗桑，粮食给你。你受住了吗，
老爷粮食真的给你吗？我们那儿有句老话，叫等云不等月，等雨不等雪，不能躺在屋子里等，得干点什么。哎，对了，我现在住那屋，之前谁住的？里头少播的几个空白弄，就给可能擦擦门个门的。为什么？因为你问那么多干嘛？金主妈妈的，阁下妈妈家着。跟我求给，没得举重了娘去。金正马的头发一拿，俺看着住这的这位呢，我手机用过去。可是俺下了头发一拿，俺金正马个高头的爬见，俺下个桑德利亚拉大了这一。跟我，杨姐，大军那的地下去切多啊，想不起了。哦呀，让谁打没呗？没接送上。哎，醒醒，醒醒！罗桑，妈，命一样重要，命。这些马性子野，不怕死。罗桑的军囊，40个牦牛，6个女人，1万家平水，这把几个人，全努力能这么几个。看啊，这片草场在东、北、西3地分别有3座丘陵，易攻难守啊！咱们分别在这3座高地上布防，每防2人，可以轮班倒换。在马圈这边的这个草垛，是个极好的埋伏点，隐蔽性好，1支枪足够。铃铛阵，来，自杀动作，杀，杀，杀！杀！杀！仔熊、大仔熊，啥工作个俺那人都是个没丫头，找个啥忙个，现在工作上是这样的。
到底应您看见没？日哈了，这三的集体人们，不长得木马的人，那他真的是，真是。拉不个地吧，就来动。头人应该慈悲些。阿哥，慈悲，让把这心嘛个，去死！每年断粮，粮食给他，走的。啊，每次瘟疫，谁清楚了？走的，走的去。咱们也不懂阿哥的，不如死。他是我的差吧，赏罚要分明。他犯了罪，我就是砍了他的脑袋，也是应该的。都去回来！上去！啊！我三个！这都什么时候人？就算你把我们所有人全部砍了，马也活不过来。昨天晚上我们这些人在村口守了一夜，一个人影都没见着。会不会误吃了狼毒草？对这妈的，对这妈的，你拿了这招，拿了这招，都没啥晓得了。那个老板你的刀子球，这小人，这小人，这小人，这跟魔鬼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能查清马的死因，不仅能保留项巴的一只手，而且我马上请活佛做法，给你放粮。如果查不出来呢？这双手给你。자 밑에 그 어찌 잠시나? 무슨 일이 다 그래. 단대 지도대 저로 준대신 예지 공부지. 언제 아기 잠바 흔들기 저지스 구지? 자 밑에 그 소제너래. 잠보고 이미 직장한테 끼기래. 공무기 집다 야구 마대버지. 그거 칼레시아 듣는 이즈다. 이 따라서니 지금 또르마뇨. 공한테 난 그니까. 我家里没这么高的山，也没有草原，一年有半年都在刮风，草都长不起来。就有真的嘞15岁就出来了，淘饥荒。我走的时候，我爸把最后一块馍给了我，跟我说：“你得活下去。”我有个指导员，没臭脾气，可他为了让我活着，自己连命都不要。然后我就想，我不能光自己活着呀，什么也不干，谁也救不了。我得做点什么。全部谢谢！谢谢！
带领侬拉姑婆是声音，过来就求着侬了，都不给面子看。我去，别给装作个没做到敌人。竞争方面，来了多少年的什么啥事情？都应该给我做。压个火力啊！我个送压个送，西当头，快点对不起。俺最长最开干叫的，缺点带来交给的，俺带这官员民众，一来给他交，竞争卖不出今年的狗的，羡慕到白马的，给他光的借用。俺觉得这个嘛的，缺点加码的糖，瓜瓜碎碎钱，没不装过来。干啥个缺点过不到的，怕滚回去。咱们在咱们在讲，我们也们咱们这个节目都讲了的，看了嘛咱讲嘛，不如做个么个，俺给查出多么的绿的。放手！别打了！别打！住手！
人民怕价格，俺这充足的，我家钱穷不的。其实下毒的，今天是个吉祥的日子，为了报答你，我请活佛开了舱门，明天你就可以带着粮食上路了。明天？够吧。明姑，我得去成都解放西藏，我得听党的话。党谁嘞？去有个干嘛嘞？那去多少党呀？ 백 닭반지나 생기송도 그래. 망초가 식은 말 구쇼치기. 정민남, 미름내 미러팔 말로상 중국요리. 콘서 지문당 라지 제제. 난 오고 징말봐. 로라 고치미였나. 공바 총보요리. 망초가 생니. 야가 그 낭희의 지리. 대왕아 레산 내제 주대. 용대나. 자마르게 짐루 수업 주점네. 공바 도로. 잡아 로도 주. 차이배 왕전前呢. 대주 부주 속에서. 백 닭반지나. 생기송도 그래. 강신그 말해. 소도 휴지나. 던지는 노래. 사히, 뭐, 누나 소마, 반조, 순조리. 자고 가리 용매. 수신 그지. 내 줘봐 로매. 수 줘봐 로그 유매. 대주. 没说就没说懂啊！你们再说，没说你们说。走吧，走吧。
下步还没走哪去去？俺的朋友。王大道这可加拉匆忙的撞破了那个太马车，日本公布的所家的前节的匆忙过去呢，电视出来的，要搞看弄所节实际没需要了嘛嘞。俺工作了，多大学习，那么领导请不赢了，你们觉得这个流程，杨金就别的，来弄点事。兵长们，你小钱包的。他这大把当家咱没动着个戏吗？不可以。粮食虽然少了，我答应解放军的事绝不食言。在我的官这里有存粮，我再送你3匹骡子，明天有松节送你回去。村里出了事儿。不能走。公，今天당신은 강국 어디도 현주.呀，这样近看八爷庙，阿古月在哪？在西边的山谷。我一直跟着他们到那里，快，跟我去救人。头人，救杨金，我一个人去就好，一个人行动方便。你真的要去救人？是。只要你能救杨金，我就给你3大车粮食，外加3头牦牛。头人。 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你拿去防身用。公公，진주맘이 잘봐서 쫓아. 다른 문만 보시게 그 소리 펴서 휴자. 骡子过真言语呢，恐怕全部用没去。 就这个商队里啊，有人多俺们帮上些个事，你也可对呢，况且是嘛嘞。 상명한 미셔서니를 쓰고를 사시의 믿어와. 나상고백의 제비씨마다 비겸생가래. 하즈도 유나요. 지치즈지나시. 나고도메. 라산방을 시디제도를 쌈주고. 라산고백 남아치베이나. 조랭아 조마리. 미신주아 조마리. 야제제 조랭아 조마리. 유다. 그지. 从不藏没让别人谢谢，刚把这那么叫起来，没藏没，老三哥本讲过就是，让了别人谢了，让错的人，今天没事。추수이네. 미치자 진역된 뒤성만양군. 야만왕아 솔라도. 야만왕아 도와도. 마음짝 젠지 샤고죠. 사르치무지는 낭이직다고. 啥子嘛？你让谁牛马来什么多？ 아
잡아냈어. 남다른 거여자 기쁘지 말하고 도지태요.呀，有没有？还没有人敢从我的手里抢人，果然是金猪妈咪。我自己没去干嘛？那么多没去，咱们搜着。 老孙子，你等着个，我们扔死西南门去。为什么救我？你干嘛去的？どうだ？父とメラにせな。아니로 할 오늘이. 我公就该当兵送母爷，扫光地狱了。有月不草木啊，写那几个的，年明年中结了我也血牛面。곤죽친. 지 사진 반에 오는 여자가 소이나. 샘소가
不骂死你这个人。去嘞，索雷，是。我让索姆我过夜的命。这苦痛的，这个我救没。快！让个第二个我们先去切头，加倍那么注意。让个哥哥，你跟这一面好过一呗。我金主妈咪嘞。金主妈咪。哈哈哈哈哈！你问问他，他是不是偷了我们藏族人的元根，差点被自己人打死？是不是为了粮食，在生死一线的时候抛弃了自己的兄弟？还有，他这次来救你，洛桑头人许诺，事成之后给他粮食和牦牛，对不对？这聪明啊，真犀利！这东之人，这东之人，杨戬，从来没有！这东之人，这东之人，从来没有！哎，古巴，古巴，咱平时支持一下，这不，快！
공을 계란 양재 치도 심도 뒤져만나 이 삼로 양재모랑 레지 양진게 레디 예 타지시 참 번질래. 더러워.我以前以为你是个软蛋。挨了呀，挨了。啊！快！要让你杀了我，你没那么容易死，你朋友也没那么容易死。你兄弟才是个有种的人。大军的杀！Çizgilimde bu mağazına takınım. Çizgi tarık sedini. Sen bak güvame na. Satarlam ya güvame. Sen bak gör bayına. Milti ölgünü. Nim bakarıyor. Çığına kaçırdı bunu dişeli. Çığına çizgi sen izin. Çakoy namla pune. Çifso zaten kalıyor. Çibi seni bu kadar ceso. 真的是硬币当官卡里呢，我的你别走开，这你们记住，老蒙古谁来接？你让这个学哎，让这里行没多，让你查人有不当的行没多，让我的你不行个都不出年吧，
让你钱不给我住人吧。就这样，我被土匪们劫持着上了路。他们告诉我，解放军先头部队已经打下了岗坨，过了金沙江，指导员也已经和部队会合了。他们还说，大马拉山谷深处有他们的存粮，只要我帮他们打退洛桑，就能拿到粮食。我不知道能不能相信他们。 你们他妈刚巧送在白沙的。这个时候的西藏大地变幻莫测，巨大的阴影和光亮在天边起伏不停。我也好像被卷起一股激流，为了早日脱身回到部队，只能在激流里盯紧方向。 Тонтолтан сажварндаат гэж байна. Өршөөл хайртан багтааж. Өршөөн хайрлаа. Техник хэрэг алчууд хэрэг хийсэн байвал. Оманы тонтол намайг оманы бэнжэлтэн хайрлаа. Оманы бат махуу. Би харин нүгэл хийж ирсэн. Хэрвээ би дахиж нүгэл хийсэн байвал. Тонтол минь намайг Устьёлтан багтаах болов. Өсөж хайртай.黄海人，你们来西藏到底想干什么？不能让你们靠打靠杀过日子了，堂堂正正的活着，谁都别怕。就凭你？哎，你就是那个雪竹猎人的儿子战队吧？我之前在村子里住的屋子是你的。 你喜欢杨金？我是军人，是不能，还是不想？我们藏人爱女人，是放在鞭子底下打的。 也是藏在心口里疼的。你们呢？我还有几十个兄弟，等着我运粮食回去。让人家割下妹妹才干就，宋姐，卷起以内，弄这天么你就叫马达。红海人。 罗桑头人是不会放过你的，是时候让你带着杨金走了。山坡的树林里，你要的粮食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你呢？我和罗桑头人还有事未了。我打算能够过门。
제가 강도라니那么久。 미신다 그 꼬마. 나 고야미도.那场仗打了很久，老天都变了颜色，整个山谷里都回荡着土匪们的喊声，就像我和指导员刚进达马拉山谷那天听到的一样勇猛，让人耳膜炸裂。龙爱狂啦，俺却让杨宁的姐姐抢着了硬币单位，你让俺每日都嘛的，先打成之前没有？这些和塞不行呐，让保证
杨静，快送！跟我了，空眼几杯。Kiki nang itagoy tacho. Ngarang gatan chobo. Kunay yang sirang na kutrin.动着去了，没事别说，出去要骂人。 当年三位，明年几位，杨今年破位。我娘来看你老有钱，竟然也懂了个错的这娘舅位。主任，没当钱，你也打了土的，打了土呀！两个头都在这，年纪轻个没，可是我现在被搞被死我妈了呗。竟然对个素质。 你该通过没读完？老木家家人，我老上金章给没背，查到我那的点解，啥的心，没说讲忙不接不起，却是拆不这个，的破就爱，让那家妈的给，的没不说出来。 老弟个呐，俺那就忙不了卡的家差不去，俺你能讲不的，白天全在照死。那么，啥？俺老上，那么是固定6个月呢，你少兵都请人。哈哈哈。 क्या मार के छेबे लागू चीग मारे कौन सा थप जो देंगी रे सोचो कभी में ना निम्बू सीखे चुना दिखे के जाए में किरांग तुई नाम या निम जोर यूं मारे तो थामा किरांग की गजी ही 你自己嘛，也让这连解决。你君子说的，进怒就给，抗日这了点，机枪就给，从没给了借钱，才怎么样？ 就没有所谓。是的，我回来了。我知道战友们在等着我，可我的脚像长了钉子，牢牢地钉在了大巴拉山谷里。没有选择，我得跟他们在一起。我用了土匪们抢来的东西，不知道算不算亵渎神灵？可我总得做点什么。就像我一直试图这么做，却始终没有成功过。
当地的火烧得真猛，我好像周身都有了力量，死亡也没什么可怕的了。西藏人说，格萨尔王会踩着红色的火焰来救人，那我们所有人都能得救吗？绝了台北越南米查的，你还拉把军队民族，这么是，也得我南洋铁个马人，他全是就是，这样子唱嘛，就是。公哥，真的请得大大的秀，你既然那是的，下班的时候。我给破，那么他赶紧落着，可是李子木你一个人，打死我们而已。啥才能我给你杀这里？张八子！让拉嘎。人头昏，枪扎剑寒是血痕。这员小将必须问，快
快叫它流泻。到别人家，马来记不记？杰哥，杰哥，多大？我拉给他。 藏族同胞给我们送了粮食，也救了我们。加入我们吧！解放成都需要你们这样的人。跑野的马受不了鞍脚，老虎赶走了土狼，狮子又赶走了老虎。我只是个强盗。 只想抱着自己的女人，天高地阔，好恶有心。姐姐哭看你姐姐，他是为了保护藏族同胞牺牲了，我会永远把他留在康巴。那样哭了算的。 华山，他叫华山，是金钟妈咪。风一过江，波涛破岸，卷走满地伤。黑暗深渊，唯一有光，人住进天堂。烈马长嘶喊。 云冈三五段，有爱放纵有人痛，有爱生莫留空，有爱放纵有人痛，有爱生莫留空。 嗯。
欢呼。